伫新竹竹北的这个厝价是一直的起悬，上悬来到60万一平。不过，迄个所在竟然有人家厝20多年以来拢无水倒水，在地居民也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你现在都看不出来，除非去打它啦。哦，就是现在是地下水就对了。水道头全开，流出来的是地下水，是要来兄滚水，就连天然雅水嘛无。新竹县竹北市厝价直直起，想要到在复兴路巷仔内，当地居民20多冬以来无自来水，嘛无通看天然气的公路。这个区域是最早年期的一个开发地方，然后那个后来陆陆续续，左邻右舍的马路都开得很漂亮啊，就是我们这一条路很奇怪，就怎么申请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开起来。我们用桶装瓦斯，然后我们抽地下水啊，那个水很脏。那个水你知道我们不敢吃，我们都是买水喝。洗澡的时候洗半没有瓦斯，夏天还好啊，冬天的话你洗半没有瓦斯，你没有办法。原来是要通巷仔两边的道路，拢是私人土地，公家单位也无法度施工，就连道路想要铺担仔架拢有困难。福兴路869巷的计划道路是8米宽，那目前我们公所取得的用地是4米宽。那如果再做边沟，那道路只剩下2米，那这个呢不符合新的安全。但是我们会持续来跟地主沟通，取得同意来开辟整个道路。无自来水、无天然雅水，这么无方便的日子，到底当时会当改善？民众希望政府赶紧斗相共解决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